我可以坐哪里呀？这样。这个菜就是金枪菜的。我来的时候是我婆婆第一天的，我婆婆叫我采菜的。我在这里还没有做过这个工作了。我妈妈那个时候还跟我婆婆讲说，有一个条件的说可以给我过来这边的，但是不要叫我去采菜的。结果来之后，很晚才到台湾的飞机场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直接叫我老公带我去农场的，然后就直接跟他们一起去采菜的。对啊，我自己想过来，因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白天的嘛，大家都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会很无聊了。然后也很好奇，想去农场看一看的。我就看到大家在采菜，我就坐下来，然后拿着一个刀子的，就直接开始去上班了。Xin chào các bạn, mình là Trịnh Thị Hương, mình đến từ Việt Nam. Hiện tại mình ở Đài Loan được 8 năm rồi. Mình có 2 em bé. Công việc chính hiện tại của mình là bán bánh mì ở Xin Chú. Mình们在干嘛？这么好玩啊！这么好玩啊！妈妈在去新菜啊？是啊，是啊。我看好像是有画图中的。没有，全月营啊。这位是我的妈妈，哦，是应该像是我的婆婆吧？但是我习惯叫她是妈妈了，没有叫婆婆了。你好，你好，你好。哎，你们在讲什么？我们来这里看菜，因为我发现这个菜里面这一栋有虫，有浅叶蝇。浅叶蝇确实是很难消除，因为它太小了。有老鼠咬过。对啊，我听得懂了，老鼠就是老鼠嘛。听得懂这个了。老鼠嘛。你要学着点，你要慢让人慢慢讲哈。人家老公教唔讲哈，我会讲。我听不懂啊。他不是啊。人家老公的口水是通色。会谈五色。我要叫我女儿来翻译了。嘿啦，嘿，伢妹翻译，伢妹要教客家话吼。我来顺啊，来看啊吼，因为伢哋按摩下咯，伢嚟聽顧頭顧門啦嚇。雖然係千十萬，叫我來聽書都歡喜去學。讀書畢業是冇幾久是嫁過來嘅，真聰明啊，真上高嘅小人。一搞出來，佢講佢老公做一條路，佢愛來看看啊，按樣辦做，聽那佢老公聽書啦。佢講年輕好啦吼，雖然等佢學，乜個都好，唔好做壞事情就好，學乜個東西都真好。那个白粉这个也没用的啦，就是吸引那个虫体在那个菜叶上面的，比较好处理。要踩到跌倒，我说搞笑了。才不会跌倒，好，可以。我还知道这个是这个的。你确定？确定。听到声音了吗？哦。对。这位是我的先生。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寻那个菜园哦，有比较水分比较干的，我们就来喷水补水，然后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病虫害。这个哦，这个残渣这边哈都还有，有那个跳跳虫哎。对啊，他们都没有在注意这个问题啊哈。我认识我老婆之前。我就已经在从事农业，已经大概20年左右了。
拉就好了。哦，你是故意玩我是不是？我嫁过来了，是没有人叫我要做事啦，但是我就选不出来嘛，什么都会去做的，还蛮辛苦啦，因为手脚有动嘛，比较辛苦。比现在去卖面包还来得简单，比较辛苦了。现在就这个农场就像一个家庭的事业一样。舅子会帮我管理那个病虫害啊，还有帮我一些工作了哈。然后我老婆的话，她就去面包店，她就对面包的热爱哦，所以就让她去这个创业。对。哎，那怎么会让弟弟来农场这边帮忙？当初那个时候，我弟弟，我想他过来这边。叫我谁做面包的，我们是没办法在电话里面叫谁的，所以我就想了，刚好我们家又可以请人来这边帮忙工作了嘛，所以我们就想了，叫他说来这边帮忙，我们在种菜了，然后顺便叫我谁做面包这样子的。之前我家人我是当兵的，对，然后我感觉有一点无聊，那我回去呀。我们虽然不一样，可能不一样你们这边，我们虽然当兵一个月可以回去一两天啊。我们应该年轻哦，不喜欢的这样。但是像他们年轻的话，他比较在那边比较久了，然后姐姐又嫁出去比较远嘛，变成我们回来的时候见面太少。我爸我妈说干脆给他跟我比较近一点，然后。他们都可以那个半年的都可以跟小孩住在一起的，整家都可以在一起比较多的时间。这个面包是我们烤出来这样的，如果马上炸的，它比较好吃。那如果是等它凉的时候，就要加热的。它凉的时候要加热的，那个皮还会脆，还会好吃的。对啊。我现在是在做那个越南法国面包，那个脆皮的面包的。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是会做500颗面包的，然后我们分2次去做的，早上还有下午这样去做的，然后一天有做大概是3种面包嘛，对。我们面包都是自己做的，因为自己做还会好吃啦，每天都是新鲜出炉的。那如果跟人家订的话，那个面包有时候是要放冷冻，然后有时候要放冷藏的，放隔天的那个面包会变的，那个味道像我想要的是不一样的。每天我都会上来帮忙他们做的。有时候如果我太忙，像要带小孩，还是在农场太忙了，我就会在家，然后请几个妹妹帮忙做的。我本身是比较喜欢下去厨房里面的，然后我为了很喜欢吃越南法国面包，所以来台湾之后，我想跟我老公讲说，因为我是在家顾小朋友了，也很无聊了，然后我希望就是在外面有个工作的，我选择就来做面包的。我是超级喜欢，很爱那个面包，我为了吃这个面包。那个时候小时候了，他们有放那个改良剂，就我知道后来我喉咙被受伤了，大概我那个时候是5、6岁嘛，太爱吃，知道那个喉咙受伤，每天我爸我妈都要带我去医院那个打抗生素了。这个面包就是我很爱它的，我说我就是要想开一家店的。
当初我太太说要创业的话，我的意思是全心全意支持她啦。我觉得越南女性的那个创业欲望是很高的，然后你也不可能一直绑着她在家里，对自己对家庭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全心全意支持她。面包有时候说难做也是很难的，因为这我是花很多时间去学的。对，我刚开始想做的时候是请我弟弟帮忙我带水的，然后他就是从那个越南的海防很有名的一个老师的，然后从那边是请他帮忙教的。我开店之前，我有丢很多面包，我们家的狗都不敢吃了。因为原本我们学的做那个面包已经很好吃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像我想要的还不够好吃的。然后就是每天我们下午到晚上了嘛，都在训练那个去做那个面包的，丢超级多了。我就要调给它外面的那一层皮的，它就要有点脆脆的，又不会硌嘴巴的那种。其实我跟我弟在学做这个面包，每天都在吵架。因为他觉得是我去学已经就是这么棒的老师的，然后我来这边的，问路上的人这么多人，然后就问我先生的朋友，然后拿去给那些阿姨呀、亲戚那些，每个都说这个面包很好吃嘞，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那个面包的，为什么我还是在要做信的？他就说我花这么多功了，你还一直在嫌我。就觉得我感觉我花什么功学，然后来教他们，他还丢什么多面包，然后这个我们那个想法不一样，他要想面包要很好，我想我做这个就不错了，虽然叫我什么做我一样做，不想到来这边还要改变，要口味要合台湾人了。对，我有一次就是他做好了，然后我觉得是面包还有一点硬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么好吃了还在嫌的话，你不要再找我，你自己想。然后他就哭了，他说他用这么多那个功的，结果给我这样欺负他了，就是不成他的那个功劳了。他做的面包都这样拿去丢了，所以他就哭了。但是还好，就从那个时候没多久，我们已经做好研究好这个面包了。这个同期都是在我们家乡在做的，我整个村都在做这个工作的，都做同一品的东西的。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就有看到我们的村。台湾应该讲说大同村吧。早期的时候是我爷爷先做的，后来他就传给整个村一起做。以前就是要信证的，还能去做这个铜器的。后来就是为了经济也稍微好一点的嘛，然后村里很多人都来拜托了，然后要换信，就是以前就是这个没有传出去外面的，要信我爷爷那个信的，对，他还会传的，所以他们都会想来学的。你要这样拿太重了啊！可以的，我以前都要办的。以前都要帮我。以前小时候都要办的，因为我爸有做嘛，那比这个更大的，大概算20几公斤的，我10几岁了，都2个手这样子办。你没看我的手都很粗了，就是都要办它的。我当初的时候，我爸也是希望我可以跟他学做古董，然后可以卖那些铜器啦。但是我毕竟认识我老公了，所以没办法了，就要来台湾，所以没办法再跟他一起做这个生意。如果没有嫁来台湾的，我就会跟着他去学做这个，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那些古董啊，然后那些装饰品的，我都很喜欢。
好久了。对啊，这时候还算很轻，还背得动。背得动了。现在可能背不动了。哎呦，我们婚纱在越南岘港还有惠安古城，哦，就看起来就乖乖的这样的感觉嘛，乖乖然后又漂亮这样子的。男人都是喜欢这样子的类型的。结果被骗到太矮。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岳母跟我那个农友的老婆也是认识啊，然后就是他们认识，就会开玩笑说，哦，要帮他女儿找台湾男生，先给我看照片，我觉得很不错的感觉啊。后来才知道说他妈妈还在台湾，然后中文也还很棒。那我们就想说先去见面啊，去认识一下。我岳母人不错的哦，他女儿应该也是不会差的。对啊，这个是在岘港那个海边嘛。哦、岘港海边的。对啊，他们这边就花了50块的赶鸽子的，来拍这个。很多鸽子的。对啊。语言不通的话，我们先用翻译软体都还方便呢。啊，就是真的翻译软体也是没办法翻译出来的话，我就求助我岳母。以前是我妈妈有来台湾当看护的，当初我妈有跟我讲很多台湾是很干净啊，很安全的一个国家的，一直跟我讲说台湾很好，台湾很好。也没想到那个缘分就是变成嫁来到台湾的。我比较喜欢我老公，因为他是比较单纯的人，像一个很大的一棵树了，大家都可以靠着他的，可靠的。其实开始我们就想说，他都带文化背景，我各方面都冇买强容合不来，合唔来。然後佢喺高中用反應 N 唔低，我哋就讓佢講，其實文化嗰度相差冇咁多啦什麼也看到有讓人相片看起來有怪怪的啦我是想其實唔好按老古板啦讓人是冇管按多，佢都看到好是好啦，還是不迷失讓人啦。因為我心想說。女生嘛，要玩久一点再来结婚，但是为了我先生的，他每个月回去南都要住到半个月，然后我婆婆那个时候，因为是跟儿子住在一起嘛，她已经习惯了，然后天天都打电话说家里有问题，家里农场晒有什么问题的，她就会担心的啊。我老公就比较不敢在这样太久，所以我想说。如果是已经想在一起的，我干脆是跟他早点结婚的，比较不会耽误到他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到我的人生的。我是算是还蛮忙的，但是我比较喜欢煮饭，然后我觉得是自己要煮饭给家人吃的，不要外食比较多。我觉得是外食有时候制作的不好的。这都是尽量能帮家人煮饭，我都会在家先煮饭的。我弟弟的老婆嘛，他也跟他们俩父亲都每天都一起去上班的。他回来的时候也是算是11点多吧，人先煮给他们回来可以直接吃饭的话，我就先煮了。他还是这么远来这边帮我们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我闲不下去了，那我也是一个姐姐嘛。我们最难的大部分做姐姐的嘛，都要顾家里要顾比较好一点，大姐姐嘛。他会讲一些简单的，6、7月份嘛，会去新屋国小看看有没有那个免费教中文晚上的，给他去学的。阿姐，台湾好吗？好啊。为什么？空气好，东西好吃啊，人呢很好啊。
很多我不会讲。我每天中午都煮比较多菜的，因为我们家是我老公吃素食，然后我弟弟他们是吃肉的，所以我要煮2种的，就是像煮一道肉嘛，然后少几个菜这样子的，2个吃荤吃素都可以一起吃这样子。拿碗过来。关于老婆坚持在家自己煮饭的话，我觉得是好的。然后大家再怎么忙，都是一起吃饭，比较有家的那种气氛，都还不错了。对。chỉ có rủ đi bơi không không? Thì bảo là em có à, thì ra vườn ngập nước ấy, đâu有晒啊。我们都什么都可以吃的。我家是有开空调的。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那个一天的吧，忙的工作的，看看中午还是晚上的，最少一天就要有1餐饭的，在家一起吃饭，这样子感情还会比较好。那个上酒就都热水，这好吃吗？好吃。这多一点啊。收礼100。我们这边的大概是下午的时候，中午过后我们比较忙的，因为下午的我们都是送那个竹客下午茶的。通常的话，比较忙的时候是最中到最底的，因为竹客他们都是那个时候比较应该是经费比较多吧。都是吃下午茶，大概有时候我们做最多了就是1500克的，多的话我就会上来跟他们一起做的，不然会忙不过的。我们这个面包是竹炭面包的，就是我们最有名这边的，很多人喜欢的，因为这个竹炭面包它里面有放很多肉，3种肉，然后还有加那个我们最特殊的就是猪肉酱。外面人家做都是放猪肝，因为我想把那个肝的换掉，这样子给大家来这边吃的会更安全的，更放心来吃我们的面包了。我的员工大部分他们是有的是进来跟我一样的来这边学混的，然后有的是他们是学生的，他们都很认真。每个都很厉害的。所以你请员工都是请越南的，没有请台湾的？我没有刻意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台湾人好像是对我们那个越南有一点没这么喜欢来帮我们越南人打工这样子的。刚开始的话，我们是有破网路嘛，有找，但是来这边看过就知道越南老板的话，他们就不做了。有的是有来过一阵子，但是。应该我觉得是因为是我们都是越南人，所以他们觉得是没办法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子的。我是很希望是台湾跟越南都可以在一起的。这个妹妹她也是越南人，我的同乡的，然后她现在是来这边读书的，对，然后很认真，每天下课的时候都会来这边跑来做2、3个小时帮忙啊之类的。我要这边学中文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再要外讲，跟客人聊天的，我觉得我的中文越来越比较好的，然后比较流利的。我其实来台湾6年了。因为我念完大学，然后觉得台湾太棒了，所以一直留在继续念研究所，到现在是6年了。我也是跟妹妹一样，因为我同一个学校啊，
我经过，刚开始这边还没装潢的，然后我看到一个海报缺人的话，所以我看到然后进来，然后刚好遇到他，就是同乡的，然后他说他可以给我机会。刚开始我不会讲那么多中文了，就是他给我机会，就是练习，一步一步这样的。他就是每次有什么问题，还是有什么难过，倒是来跟他讲，跟他聊天，然后他要给我什么建议，因为他年纪也比我大，然后他那个比较有经验啦，觉得这样的有一个姐姐，然后一起上班，然后也是一个家人陪在我旁边。我的妈妈也，因为我这里有她，然后妈妈也还蛮放心的，就是有一个姐姐照顾你这样的啦。她有个秘密给你看，秘密拿出来。哎，她有个秘密给你看，秘密拿出来。哎，对，我给你看，因为我在这里上班的那个。我自己就是一个面包，然后因为我们有2家店，就是那个2个灯，就是我们的声音一直飞出来。我说如果有3家店，我就是3个那个灯，然后一起飞上去。我喜欢我们的那个做的让他当我这边就是他自己的家，然后这份工作也是他自己的那个事业这样子的感觉的。我在这里这么久嘛，已经算第8年了。台湾跟越南人也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嘛，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可以跟台湾人这边生活，就像台湾人一样的啦。我是非常欢迎台湾人来这边应征的，因为这样的话，台湾人也可以懂我们越南人在这边，怎么生活，怎么辛苦过这样子的。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那个怎么讲，就是可以那个心放大一点，放宽一点的。接受我们那个越南人在这里的，小姐，你的好了，谢谢，帮我搅拌一下，谢谢。我平常大概是10天吧。10天到20天，我就会休息1天的。然后我休息的时候，我喜欢是一个人去外面逛逛的，像去买花啊，然后跑去莺歌找那些碗粉的。我比较喜欢进厨房嘛，还有喜欢在家里插一点花的，种一点东西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感觉很舒服啦，自己有一点。可以那个缓冲嘛，然后如果是哪一天觉得是心情没有这么好的话，我就会坐火车，因为我觉得是台湾的火车很干净，我觉得是坐火车，我时间休息可以有比较多一点的，像在火车的时候有半个小时还是到1个小时嘛，那个时候我可以睡觉。然后我可以那个看一点书了，因为我有小朋友嘛，在家的时候时间没这么多。我来台湾大概是1年多嘛，我就开始学开车了，因为我老公说自己要会开车的，想去外面比较方便，不会那个要等人再去哪里的。到现在的话，就是要常开了，因为每天都要送小孩上课嘛，有时候是要接小孩回家的，然后每天也要去店里的，去面包店，所以要自己开车的。你看，像这个都很美的。
我是没有特别很喜欢什么花了。我如果是种在家里长久时间，我就会买玫瑰花了，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玫瑰花的香味。爷爷以前的家里的门口啊，有种一棵那个玫瑰花，然后加上一个那个就是桂花嘛，那很像的味道。然后就是从小的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嘛，所以会对玫瑰花有个印象，特别的印象的。我今天稍微买多一点点花，因为刚好我妈妈今天也来的，所以买多一点回家跟她一起撒一点花，感情培养一点感情的。我跟她感情算是还不错了，只是，她从去年年底回去嘛，现在算是4个月了，还来台湾的，所以还是一起做一点工作了，然后讲讲话比较好。我们家很多培养土，因为我老公每次买都要买那个1、2个货柜的。好，妈种一点花，你看你要种长的还是短的？你会拉这个起来，这个还不错，好看。这是我带我妈过来这边，是我下个月嘛就要回越南了。要回那边学一点东西嘛，所以请他帮忙过来这边帮我看小朋友的。他应该这次来住2个月嘛，我婆婆就会帮我，就是她就会帮我开车啊，然后去送小孩上课，然后接小孩回来的，会帮我们就稍微给小孩洗澡过啊，然后给他们看一些故事书啊，这样会好看吗？你要补一点东西的。你给我这份吗？那个我们那个越南女孩子哈，都会种花，会煮菜，会那个像有点怎么讲啊？很久了没有讲中文，有时会就忘掉了。因为那个什么，是以前啊，我们是恰恰不是生活还不错啦，但是想。以前很多人会出国赚钱嘛，结果来台湾哈，哎呦，真的很辛苦啦。但是因为我们想啊，要来了一定要忍耐啊。下次再回去。我妈妈第一次来台湾的那个时候，我大概是10岁了。她第一次来也不成功，她来大概是6个月了，就要返回越南了。他回越南的时候，又在越南住2年，住了2年了，跟我爸爸吵架了，我要不要再嫁了，各顾各了，我又跑去台湾了，然后第2次去了，他直接住到3年的，因为他直接去当看护嘛，帮忙老人这样子，他住上班已经3年，然后再回去了，然后再又過去了，所以住全部大概是8年的。Mà chắc chiều nay ở nhà hay sao? Chiều ở nhà, tí nữa rồi dán em. Mà看来很累，会舍不得，但是要刚开始要看人家嘛，哎呀来去看看嘛，然后那个小孩子真的舍不得，但是哎就要忍耐啊。但是小孩子真的他像的很厉害，我不会那么多担心就对了。他从小这样才读书1年级哈，他就会煮饭啊，会去接弟弟啊，什么都会呢。他很会做事，从小到长大的很会就对了。哦，不像人家啦，如果来那么远工作，会担心家里，但是我有香香，还有兄弟靠近嘛，他会帮忙，就不会那么担心就对了。nó lên nhiều hoa cực đây này như này. 坏掉还剪，不要坏掉不要剪，剪到光光了。
đây là cây hồng cái đây. Ngài xin khiếu ở对ngài以后mới查啦吼，佢想过母亲节，佢想要买满个东西送来，佢要想边个来哈清楚哈详细，ngài要头讲要做人心求啊人要甜啦吼，安尼做人心求，要希望讲家用营养版型来对安尼一家了下要营养版型对心求嘛吼，人总系心本心，是安简单。佢對我也親好，我也對佢像一家妹一樣嘅，係啊。阿哥要回家啦，姐姐。迄記到迄趕唔轉來，迄有乜個事情，將起來佢再生人啦。迄無平常時，我是無那個吐啦。按拜六禮拜，佢要吐去本來了搞啊，所以生人了要吐去本來看啊，佢講培養感情啊。茄子好，放到柜子里面，快点快点。现在是要买粘土吗？我给你番茄，你给我摇番茄。错了。因为我妈还刚过来嘛，所以我们最南有一个习惯是说，如果是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喜欢就一起再包春卷，然后一起去炸春卷，然后去吃的。那春卷是比较费工的，要准备很多东西的嘛，所以多人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做比较开心的。来，吃啊！筷子。丽宇，你唱那个艾莎的歌给大家听啊！不要。还不错吃哦。对，我们最难吃饭的嘛，跟台湾不一样。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就是生活太忙了，是吗？谁先回家都先吃饭的。我们最难的话就是还是要等整家回来，然后一起吃饭。所以跟台湾有点不一样。那个是红烧的，你要吃的吗？没有错的，不要吃错了。自己说的。这应该是所有想要成家的男人要的生活。我很幸运，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婆。如果我娶台湾老婆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了，也不会有这些不一样的经历了。真難得嚟人分啊！唔用啥按拖哈，我都親民啲好嘛，那親蠻久的，有按那家庭哈。应该怎么讲？这都是缘分的啦。也算是我运气好了，还遇到他，他也运气好，还能找到我。要自己吃饭，长大了，拿椅子过来。奶奶。我要跟奶奶睡觉。真的吗？我要跟姨睡觉。真的，你不要跟我。假日的时候，如果真的很赶的，我也会跑过来这边帮忙。然后我小朋友的，他们也跑来农场的，到处都逛，到处都是去摸了。我觉得这样对小孩很好。像過年，睇緊人了，我愛出貨，冇人。睇緊人過年，睇緊人愛拜神，愛出去了，愛有不卡有人啊，冇辦法，一家人啦，下來做。啊，捱一家咩，捱咩不下去咋個啊？捱拉嘢啊，新橋啊，不卡人。聽到我睇緊人家講忙是做題的。好，來幫你。我來就好了啦。这个太怎么留的？拿起来，留回去。我弟弟他是在另外一边的这边，他在抓虫的，因为这几天那个天气变嘛，虫很多的。会帮我切到那个干菇丝那边啊。好。
没带雨鞋啊？带进去放坏掉，踩到菜坏掉。也是。这我抓跳虫啊，是那个虫害啊。它会治那个它会叶子的。这个。那菜会有一个洞。一个洞。我跟姐夫这边学2年多耶，应该还算还会一点呢，还很多还不会啊。这种菜哦，要学很难学啊。应该我还想以后回瑞兰，希望可以开一个农场，自己做。应该我们在那边做竞赛也可以啊，我看也可以。看这边哦，他们做种什么都很厉害。我们瑞兰应该种菜还有用农药，应该我希望这边水好可以回瑞兰种菜，没有撒农药，可以让他们就健康一点。外面有2桶要带去放布。2桶。好，带过来，然后一起去。现在去那边是带面包过去的，送货过去那边帮忙他们。我每天来这边上班的，然后做好面包，就会帮忙他们那个送面包过去那边的，因为我开车比较方便的。我每天几乎都自己跑去送货，除非哪一天就家里太忙了，然后就没办法送货了，他们就会打电话叫计程车的。有时候是他们可以自己骑摩托车，我们的店员会帮我那个带过去的。Hello， 又看到了。妹妹这边还有，我们这家店的客人节来店里点比较多，然后也是有很多那个工业区那边他们打电话来订餐，然后订好这边的话，我们就会交给东门街那边去做的，因为这边的空间我觉得是比较小，然后那边的空间比较大，然后面包就直接马上出来了嘛，我们就不用运来这边，因为变成2趟去那个送货了。它是3个好3了。个嘛。对。然后有哪个是不要放洋葱嘛？一个不要放洋葱。不要啊。对。因为我喜欢就是把我们的面包的，可以来给很多台湾的朋友常常看我们的面包的，然后也是我想就是赚多一点钱的，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做一些好事的。如果我够能力的时候的，想去那些山上，像我们瑞南啊，有那些山上的小朋友很可怜的，所以我也希望是我能做这个事情，开出来最多间面包店的，把我以后能赚到的钱的，可以带去分享给那个小朋友的，然后再来2个是再一点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是我独立这么久了，以前我是觉得是我好辛苦啊，我什么工作都是我在做的，所以我觉得我能这么独立的，也是我妈妈没有在家嘛。我觉得是跟妈妈离开的，是看每个人的心理的嘛。像我觉得是我一定要很努力的，我要努力的，我要有钱的，我要有那个能力的，我还能把那个妈妈再那个拉回来我身边的，对，所以。我觉得是，有没有妈妈爸爸在旁边的，我们也要很努力的。不好意思的。
平常都不会哭的，今天讲到要哭了。所以我觉得是我跟我妈妈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就是独立的，来台湾一个人的，有什么事情都是要自己扛的。我就是有这么多人在旁边在身边的，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会说很难过啦，因为刚开始来沟通，不好，那他会想太多嘛，他会想，哦，妈妈我很难过，干嘛我要跟他说，忍耐啦，慢慢的习惯就不会那么辛苦啦。我也相信这样。不是，还要用你的屁股，用你的脚，2个脚举起来。姐姐画那一边，妈妈画这边啊，爸爸。像他一样。啊！你玩我，你玩我，你玩我，公主嘞！来这边啊，画这边的脚啊。8年了，这样的生活给我觉得很满意的，因为有家人都陪在旁边的，很开心，很幸福的。如果再给我选一次了，我还是选择跟着我先生过来台湾，然后有这样的家庭的。加油加油！1、2、3，我是郑思香，这8年在台湾了，谢谢家人对我的疼爱的，台湾永远是我的家的。放着放着，快，正前方的。谁是帅哥？是我。快去上厕所，快！Hiện tại mình ở Đài Loan đã được 8 năm rồi và mình có 2 bé nhỏ. Công việc hiện tại của mình ở Trang Dư Kỳ mà. Không bảo chứ. Mình đã ở Đài Loan được 8 năm rồi. Công việc chính của mình hiện tại là bán bánh mì. Mình mở được 2 tiệm đều ở tỉnh. 这8年在台湾的，谢谢家人对我的什么爱啊？忘记了。